但因为我小时候法国是一个时装的盛唐嘛，想台湾有什么很特别的想法可以？我说想法不是真的很漂亮的东西带给他们了，不是。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。你知道台湾很有趣吗？我们虽然我们空气很清新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戴口罩？因为台湾人好像很特别，但是口罩发展到一种极致。你看，很漂亮的口罩，其实用的布料都很特别。我觉得啦，你们有觉得吗？真的哦，你不觉得哦？你不觉得很时尚吗？他们应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吧？没有，我想讲的是，台湾发展口罩发展到一种，台湾发展口罩发展到一种淋漓尽致的阶段。你们有看过这种的吗？它还可以挡住脖子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我不晓得这个发明是谁做的是谁，但是真正的它上面写台湾制造，就蛮酷的。我想说，或许只有这样吧，这口罩已经很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这样，但是我发现还有更厉害的，而且是在台南买的。有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口罩？这样很不厉害，它不是只有罩住哦，罩住而且它还可以围一圈。超酷的！有没有看过这种手套？这个不是只有防空气污染，它可能连防晒都有。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做农的在用，就台湾是农业大国嘛。就是整个亚洲啊，最会种水果的就是台湾。我想说，可能台湾很环保，所以我们都不用化学肥料，我们都用鸡粪，然后用鸡粪，然后所以防臭又防苍蝇，然后当然要配上最时尚的袖套。袖套不知道有没有知道，这个是一个具有实用功能又美观的东西。你不觉得一整套吗？所以那些阿嬷阿姨啊，在抖音的时候好美丽。因为不知道，这是很台湾道地的服装嘛。可是我怕那些组长会觉得我在乱七八糟什么。怎么介绍台湾的服装切到这种呢？我也在怀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明确的选择，所以这个袖套也不是只有这样哦，它上面还有一个橡皮筋，你知道吗？它可以套上中指，你知道，还可以像霹雳布袋戏了耶，太厉害了，不是只有这样，所以我想要让组长的眼光打开一下，你要欣赏我们台湾人的创意。没得赢台湾啊！当然台湾很多3C产品，但我买不起。就试试看呐，当然这是一个好玩呐。那我会回去反省几天，就是反省是不是要到那个时尚服装界的时尚国家，介绍台湾很特殊的服装的用品，这样很实用，而且台湾人还会抓上自己的创意小碎花。好，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，当然还有其他的。台湾人一般的睡眠品质都不太好，都会戴眼罩。然后台湾人很喜欢赚钱，看。所以我自己带的小礼物，当然过去跟他们那边的听众朋友分享，虽然我不太认识他们，所以就带，他们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？然后戴上口罩干用，看不到又不能讲，好封锁的国家哦。好啦，当然还有我觉得最有创意的，